大家平安。今天6月14日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也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面对这所有的挑战的时候，有上帝的大能在我们当中。求主帮我们将大山挪开，当小山移开，让我们在当中所面对这许多挑战，也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。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起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一直都在，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相信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的话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一直都在，你一直都在，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你一直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也帮助我们面对所有的事情，你要把大山挪开，小山移开，让我们不再经历那许多的伤害与害怕。主啊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透过读经更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透过服事更贴近你的心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去经历主你的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的灵就在当中，恳求你就与我们同在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6月24日，我们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3章
第13节到第27节，列王记下第3章第13节到第27节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：“我何必帮助你？去问你父亲和母亲的先知们吧。”约荷兰王说：“请不要这样说，是上主把我们3王交在摩押王手里的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上主，万军的统帅发誓，要不是尊重你的盟友犹大王约沙法，我就不理你，不回答你。现在去给我找一个琴师来。”琴师弹竖琴的时候，上主的大能降在以利沙身上。以利沙说：“上主这样说，你们要在这条溪谷里到处挖沟，虽然你们看不见雨，也看不见风，但溪谷要满了水。你们和你们的牛羊牲畜将会有足够的水喝。”以利沙继续说：“这事对上主来说是小事，他也要使你们胜过摩押人。你们将攻下他们一切坚固的堡垒和繁华的城邑，砍倒所有的果树，堵塞所有的水源，并且用石头毁坏一切肥沃的田地。第2天早晨，在通常献早祭的时候，果然有水从以东流来，遍地满了水。全摩押人听说3个王联合起来攻打他们，就召集了所有能拿武器的人，从老到少，都驻守在边境上。隔天一早，他们起来的时候，太阳照在水面上，使水看起来红得像血一样。他们喊叫，那是血，一定是3队敌军互相残杀了。我们去掠夺他们的财物吧。摩押人到达营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攻击他们，把他们赶回去。以色列人不停地追杀摩押人，拆毁他们的城市。每当以色列人经过一片良田，他们就抛石头进去，直到所有的田都堆满石头。他们也堵塞水源，砍倒果树，最后只剩下首都吉尔哈列瑟。甩石的兵开始围攻那城。摩押王见大势已去，就带着700个佩剑的兵，想冲出重围，逃到叙利亚王那里，可是没有成功。于是他把要继承王位的长子当生祭，在城墙上献给摩押的神明。以色列人非常恐惧，就从城里撤退，回自己的国家去了。今天经文在列王记下第3章第13节到第27节，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愿上帝透过这样来对你说话。
大家平安。在这2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又是另外一场的战争。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昨天我们有提到说，这场战争跟亚哈王那时候很像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他们去打仗的时候，经历到没有水，经历到了好像走入绝境，但是他们有人提醒。今天的经文讲到说，以利沙有讲，若不是约沙法，我不会见你。所以这当中很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其实我们也很常去经历到我们跟某些人的关系。若不是因为谁引荐了，那也不会去见他，也不会去帮助你。所以这当中，让我们去看到，在这个事件里面，当他们要发动战争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先来到上帝面前去理解上帝的想法，该不该这样做，能不能这样做。常常所做的，这是我想要这样做，我就是要这样做。所以在当中也看到了，或许有些时候感受到一个人的不甘心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王的不甘心，让这整个国家陷入到这样的窘境。所以在这样打仗当中，当你打输了，整个气势是往下掉，甚至你的国家真的要被摩押去吃掉，3个国家可能都要被摩押去统治起来。但是当中我们看到这过程里面，让约沙法参与当中，而约沙法也再次的提醒，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上帝的先知在这当中，他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求问上帝，他有上帝的话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当以利沙来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对以色列王说，我何必帮你呢？你去问你父亲，你会去问你母亲的神啊，去问他们啊，你不是拜那些了吗？你去问巴力啊，去问亚斯他路啊，去问这些神啊，这是你所拜的，这是你所相信的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讲的也不一定会听。所以这当中也是人的问题。在人与人当中，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，你真的有要听上帝的话吗？你真的有要听我说吗？你去听那些人讲，我讲了又没用，我讲这么多你又不听，你只是抓我的把柄去做这些事情而已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照着上帝的话讲，照着我们领受，照着这一些来做。但是很多人他想要只是听他想要那些东西，他只是想要听那一些。所以这边讲的也没错，但我们也看到以利沙，或许上帝要他这样讲，或许他是用他的脾气来讲话。你不是拜那一些了吗？你不是离弃耶和华上帝了吗？你何必来找我呢？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约荷兰他在这时候或许也是无助了，所以他说，请不要这样说，是上主把我们3个王交在摩押王手里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人跟人对话的时候，对我来讲，我有时候会觉得，你这不是在鬼扯吗？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，然后去把它丢，他说，是教会，是上帝这样子的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解读，就像约荷兰王的这样的解读。我们常常去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回来却说上帝要这样子做，上帝要这样惩罚我，上帝怎么样？其实这也是我们现代人、现代基督徒常常在犯的一个错。明明都不来到上帝面前，不敬拜上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然后听也可能只是听片段，只听自己想要的。然后在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就说你看。是不是上帝都这样子？他就是不喜欢我，他就是偏心，他要怎么样？他就是要让我受苦。但是这当中很大的问题是，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听上帝怎么说，你只听你想要的。上帝跟你说你不准去，心里就想我偏偏就要去你管我这么多？其实这常常是人的问题，常常人都是想要我自己要的。就觉得上帝，你就是要回答我，你就是照我要的给我就对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生命的问题常常是如此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何必帮你？去问你的那些先知吧。而这边讲到说，是上帝把我们交在摩押王的手里。其实这都很多太多人的解读。我们常常是这样打赢，你看上帝把他们交给我，打输啊，上帝把我们交给他。那这当中有没有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做？其实都没有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都没有去求问上帝的心意。
在教会里面也是常常是如此，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解读，而在当中很多的错误的解读。而最大的问题是离开了上帝。虽然我们人在教会，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给上帝掌权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堕落也是如此。当一个教会从牧师、从长老没有把生命交给上帝，这教会常常是一个堕落的教会，不愿回到上帝面前，不愿让上帝来带领，这教会迟早会造成问题。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一个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个是这样的长老或牧师，这教会就堕落了。但是如果一个、两个敬虔的长老，我相信是有机会了。但是有人会说，那如果一两个敬虔的长老，有一两个败坏的长老，那怎么样？势必又会是一个拉扯，势必是一个依然是有很大的问题在当中。当然每个人都会在众人面前说，我是敬虔的，是上帝与我同在的。这不就像是扫罗王的时候吗？在众人面前给大家看，我是敬虔的，但私底下他根本就不信上帝，所以就带着整个国家。我们看北方的国或南方的国也是一样，一个王就造成一个国家很大的问题。当我们在看列王记里面，常说这个王犯罪，也导致他的国家陷入在罪里面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约荷兰王这边在讲说，请不要这样说，是上帝把我们交在摩押王手里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或许我们就可以后面刮胡鬼扯，这个王在鬼扯，因为根本就不信王，不信上帝。上帝真的要把他们交在摩押王手里吗？在这个世界我们来看，上帝并不是这样子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利沙继续说：“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上主万军的统帅发誓，要不是尊重你的盟友犹大王约沙法，我就不理你，就不回答你。”所以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三个王：以东王、以色列王跟犹大王，这当中也只有这个约沙法是敬拜上帝。在当中，只有他想到要回到上帝面前去寻求上帝先知的话语，必定有上帝的话语在当中。上帝要怎么说，上帝要怎么带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。其实很难，当我们在呼唤大家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若不是因为这很大的事件，我想约荷兰应该也不理他，甚至也跟亚哈一样，想要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杀死就好了。所以说，若不是因为约沙法，我就不理你，我不回答你，因为我讲的也没用，你也不听啊。所以其实有时候在生命里面就是如此，会觉得我根本就不想要再多说什么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听。我讲了这么多，要做什么？但是有时候先知又需要如此，上帝叫他去讲，他就该去讲。我们看约拿，上帝要他去讲。当然这是不一样，但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他知道他去传讲了之后，这些人就会听了，就会悔改了。他心里面不服。但是有许多时候，我们也看到有些人，你怎么讲他就是不听，他的心就是这么硬，根本就不想把上帝的话语放进去。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，我们人也常常陷入在那个问题当中，我们常常没有愿意顺服的心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想要让上帝来带领你？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也常常因为一个人来怜悯这个国家，因着大卫来怜悯这个国家。这边也就是因为约沙法，所以怜悯了这三个国家，这三个王。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约沙法所说的，让以利沙能够来帮助他们。所以因着约沙法，
上帝的恩典、怜悯临到他们。所以以利沙说：“现在去给我找一个琴师来。”所以当中找一个弹琴的来。这个弹琴的人也很重要。我们看到在扫罗跟大卫的时刻，找了大卫来。为什么要找大卫？因为他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他不是在弹那些靡靡之音，他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牧羊的时候，他就是在这样在敬拜上帝。所以这样一个敬拜上帝的人，他才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。当他一弹琴，魔鬼就离开了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这个人来到这当中，他一弹琴，我相信也会找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来到这当中。当这个琴师弹竖琴的时候，上主的大能降在以利沙身上。所以在当中，一个先知，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，而在当中又有另外这一个敬拜上帝的人，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很快的就进到这里面来，上帝就开始在动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？就让我们心打开，我们预备好，我们进到这里面来，让上帝的灵就这样带领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来敬拜，让我们心降服在上帝面前。当你的心愿意降服的时候，我相信上帝会使用你，会好好使用你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，有些人心就很硬，虽然他知道上帝要我们顺服他，他知道牧师在讲的有一段时间在讲的主题都在说顺服，但他的心就是硬的。你的心是不是就是如此，就是硬的？怎么样就听不进去上帝的话语？当上帝要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就是不听？所以要用很多方式来抵抗上帝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，你何苦要让自己活在这么辛苦的状况里面？因此在当中，当我们在看一些事件的时候，会发现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辛苦。你只要在上帝面前将自己交在上帝手中，很快的，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灵，这样的生命就会改变了。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，在当中不愿意面对这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心还是很刚硬。当然我们看到有些人也就是如此，他需要用被上帝很大的责打，才会整个愿意降服，甚至是不得不降服。所以我们就觉得，哇，为什么需要到这么辛苦呢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弹琴的人，我们看到以利沙，他的生命所展现的就是这样柔软的心。上帝拣选，上帝愿意使用。我们看到当以利亚还没离开的时候，以利亚去呼召他，他就放下他手边的东西，交回去给他的父母，做完了别离的这些动作，就全心跟随以利亚。而这样的能力也加添在他身上，加倍的祝福在以利沙身上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们是愿意的，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在谈大卫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敬拜的人，所以上帝的灵很快就与他同在。当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人也是如此，当我们愿意敬拜，当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上帝的灵很快就与我们同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要邀请大家，邀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来敬拜上帝，要灵修。因为当我们每天预备，当我们预备了，很快那灵就可以进来，因为我们心是柔软的，是预备好的。然而当一个人心刚硬，或许用了很多事情、很多的方式，但是他的心就是抓得很紧，揪得很紧。上帝的话进不来，也不愿让上帝来帮忙。或许会用很多信仰的语言，但他的心就像耶稣在讲的，
路边的，就很像那路边的一样，那地是硬的。福音的种子，上帝的话语到那边，飞鸟来就摇走了，根本没有机会扎根。所以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以利沙的生命，以利沙的生命是这样愿意让上帝来使用，所以很快，这琴师一弹琴，上帝的大能就进到以利沙身上。以利沙说：“上主要这样说，你们要在这条溪谷里到处挖沟，到处挖沟，不是说你们挖一条两条哦，到处挖沟，到处去挖。你们的士兵这么多，到处去挖。所以当中有没有很像那些，当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，要你去做，就尽量的去做。后续会讲到，当以利沙要死的时候，叫一个王射箭，他只射了3支。其实一直在讲的是你尽你所能的射，尽你所能的去做。这边挖沟也是一样，尽你所能的去挖沟。当以利沙面对那样的妇女的时候，也是尽你所能的去借容器来，尽你所能的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一直在提到，虽然他没有用到这个词，但是他讲的到处挖沟，也就是尽你所能的去挖沟。你挖越多，水越多；你容器借越多，你的油能够得着的越多。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你的恩赐越来越多，你的能力越来越多。所以当中我们常常说，你不要拿杯子去领受这样恩赐，去拿大一点的容器，拿脸盆，拿浴缸来领受上帝的恩赐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利沙虽然没有讲很多，但是一直在呈现的就是那种要尽力的，尽你所能的。如果那个王他能够尽他所能的把他手上的箭全部射完，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。但是我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都是敷衍？那个王只是敷衍啊，你叫我射几箭，那我就打个3箭吧，很多了，了不起的。以利沙后来说，我原本想说你可以射个5、6箭，当然可以射更多更好啊，把你袋子里面的箭全部射完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把溪谷里面到处挖沟，他们真的去挖的时候，就会很多水，他们就不缺乏。我们看到那妇女也是一样，他们也听了以利沙的话，他们到邻居到处去借这样容器，借的尽他们所能的去借。最后还有吗？他说没有，借不到了，那个油也就停了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何尝不是如此？上帝要给你的时候，你是敷衍了事吗？啊，我要找容器，好，我这边有一个碗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一直抱怨说：上帝，你为什么没有给我？为什么给他比较多，给你比较少？因为他尽他所能去借了很多容器，去拿了很多容器来承接这样恩赐，去挖掘了许多的沟，但是你只是敷衍了事啊，做了呀，我有做了，你要我拿碗，好，我就拿一个碗，一样去拿碗，有人就拿大碗公，而你只是拿一个，我手上，我有拿碗这样来就好了，拿餐厅的那种小碗嘛。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要怎么样领受？你要怎么样来表达？所以这边说，上主这样说：你们要在这条溪谷里到处挖沟，虽然你们看不见雨，也看不见风，但溪谷要满了水。许多时候，上帝在做工，也就是如此啊。我们都说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。但是这边他们说，你看不到风，看不到雨，但是就是有。这也很像露水一样，好像没有下雨，没有刮风，没有下雨，但是我们就看到叶子上就是满满的水。所以这边在讲到说，或许你们没有感受到，但是确实溪谷里要满了水，在你们所挖的沟里面都要满了水。
虽然你们没有看到上帝，没有经历，没有摸到，但是上帝确实与你们同在。所以这些水，当你们去挖沟，你们尽量去挖的时候，尽你们所能去挖的时候，这些水会满足你们的需要，也会满足你们牛羊牲畜的需要。所以当你们随便挖一挖，可能你们不够，但是你们要尽你们所能的去挖这些沟。当你们挖了之后，这些地方会满了水，让你们的人、牛羊牲畜都是足够的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需要去这样挖这样沟，拿这样的容器来承接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愿意，我们就是不顺服。当要我们去挖沟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抱怨：很累，挖这沟很累。为什么要我们挖这些沟？不直接下雨下来不就好了吗？雨过了就干了。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雨过了，水就干了？有没有看到上帝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都要人参与在当中？我们常说很累，牧师很累，我们在忙这么多的服事，我们还要工作，我们还要顾家庭呢，还要参加聚会，很累；还要去参加牧师的聚会，很累；还要去参加这些小组的聚会，哇，很多都很累。确实，当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确实会累，确实会耗一些时间。但是要不要做？当不做的时候，又开始在说啊，上帝就是要把我们交在撒旦的手中，交在摩押王手中。你看，就是如此。所以当这3个王他们不做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饿到不行，然后就说：“你看吧，就像我说的，上帝要把我们3个王交在摩押王手中。”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付出，常常就是不愿意去挖这个沟，不愿意去接那个容器。当在那妇女的身上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：“啊，牧师很丢脸，你要去跟人家接碗、接杯子、接容器，很丢脸呢。”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要参与服事、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很多理由，很多时候都说很丢脸呢、很累、很什么。确实，我们都会觉得很丢脸，我们都会觉得很累，我们都会觉得很耗时间，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了。我们都觉得我们付出很多，但是我还记得我们有个同工，我们有个长老在说：“你付出这么多，那些来参与的人不也是付出这么多吗？你预备这么多，然后预备了这样1个2个小时的聚会，那些人不是也要预备他们要来这边参加，预备他们的心，然后在当中2个10小时的时间在这里参加聚会？”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有没有看到你要不要摆上？所以在这里面，以利沙说：“给你们水，只是小事情而已。对上帝来讲，小事，小事一件。给你们水是小事一件，让你们胜过摩押人也是小事一件。”很多事情对上帝来讲都是小事一件，但重要的是你要不要参与在这里面。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很难，那个很难，这个很累，那个很累，这个耗时间，那个耗时间。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去推脱，然后事后才说，上帝就是要把我们交给撒旦，交给谁？上帝没有帮助我们，上帝就会有很多的埋怨、抱怨在当中。但是在当中，其实回到上帝面前来看，我们看以利沙，
就像约沙法讲的，他势必有上帝的话，所以他所带来的是给你们水，这小事一件，很简单。但是上帝要我们参与去挖沟。上帝也说，他要使你们胜过摩押人，这也是小事一件，因为上帝亲自出手，小事一件。所以当我们在参与许多服事的时候，对上帝来讲，这些都是小事一件，但是在于你要不要参与在这里面，你要不要参与，你要不要降服？上帝怎么带领，你要不要参与在上帝所做的工？这边讲到说，你们将攻下他们一切坚固的堡垒和繁华的城邑，砍倒所有的果树，堵塞所有的水源，并且用石头毁坏一切肥沃的田地。所以让你的敌人没有会有反抗你们的机会了。上帝将这些都交给你们，不像你说的把你们交给摩押人，反而是将摩押人交给你们。所以在这整个状况来看，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们常错误的解读，而在当中上帝愿意怎么样来做，我们根本不晓得。最重要是我们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来，而在这过程当中，当你愿意这样去做，上帝也会为你出手，给你有水喝，给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上。所以当我们在当中也常常讲到说，当你愿意跟随上帝，真的是事半功倍，你只要出一点力就可以了。但是有没有看到，常常是用尽了所有的心力，然后接下来说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。其实这非常的可惜，非常的可惜。走到最后，然后的结论就是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看到这非常的可惜。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，先回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在儿子姐这边讲到说，其实前面很多人说那只是上帝的话而已。上帝的话带有权柄，上帝的话带有能力。前面讲到说，那个琴师一弹琴，上帝的大能就与以利沙同在。所以当他这样讲话，事情就会成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第二天早晨在通常献早祭的时候，果然水从以东流来，遍地满了水。所以他们有挖过的地方，水都灌进去，都灌满了。这不也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满满的吗？你们缺乏的时候，当你们愿意顺服，你们去做，这些沟满了水。你们在干旱之地，上帝让你们有这么多的水进来，遍地满了水。这也是他们愿意顺服，他们到处去挖沟，遍地挖沟，这样就满了水。如果他们不愿挖沟，只挖一条，那只有这一条是水而已，或许还不够喝。这边讲到说遍地满了水，前面讲什么？前面讲的是到处挖沟，所以这边才有办法遍地满了水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遍地满了水，也可以看到当这样的渠道挖出来之后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恩典透过这样的渠道，透过这样的沟进到这军队里面，遍地满了水。你有没有想要领受这些？当你想要领受，先回到上帝面前来；当你要领受，就下去挖沟。不要再抱怨，很难，很累。当你要领受这样恩典的时候，就是下去。很多时候都会说没有更好的方法吗？其实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，但是
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就说只有一个方法，上帝叫你做就去做。上帝要跟你讲这些，就是要让你去做，让你有没有顺服的心。当你顺服，你就这样去做，照着做。我们常常就觉得我自己比上帝聪明，我要怎么样来做？的上帝常常就是我叫你这样就是这样子。当然他没有说你用什么工具，但他说到处挖沟，到处挖沟。当你愿意去做，就有了。像那妇女一样，当她愿意去做，她的孩子愿意去做，积了许多容器，他们可以把他们那些债务还清，还可以过好长一段日子。接下来也是很特别的事情，全摩押人听见3个王联合起来要攻打他们，就召集他们所有的人，从老到少都驻守在边境上。隔一天，他们起来，太阳照在水面上，使水看起来红得像血。所以到处挖沟发生2个，一个就是以色列人、以东人跟犹大国这些军队，他们有水喝。第二个，让摩押的人他们看到，以为这里遍地是血，以为这3个军队打起来了。所以当他们看到，哇，这红得像血一样，遍地都是，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军队他们愿意顺服，他们到处去挖沟。所以当他们顺服的时候，同样一件事情带出了上帝透过以利沙所说的。所以前面也讲到说，这对上帝来讲是小事，当你们要水是小事。所以前面讲到说，要让溪谷里面满了水，你们有水喝，而且要让你们胜过摩押人。这对上帝来讲都是小事，但是你要不要信？你要不要这样去做？我们看到这三个王，他们就命令他们军队就去挖沟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在早祭的时候，早上献祭的时间的点的时候，水就下来满了，而且也让他们的敌对的军队看到，哇，他们到处都是血，红得像血。所以很特别，那早上的太阳起来，那个亮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，而让摩押的军队看到那地上那些水所映射过来的，让他们感觉是红的血。所以他们就放松，他们就以为啊，他们已经赢了，所以就让摩押人误判了情势。他们觉得哇，那就三个军队他们自己打起来了，他们就觉得很轻松啊，他们已经打起来，那我们去掠夺他们的财物就可以了。所以那个战略就完全不一样，他们就只是要去掠夺而已。那当摩押人到达营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攻击他们，把他们赶回去。以色列人还不断的追杀摩押人，拆毁他们城市，就像前面上帝透过以利沙所说的。所以每当以色列人经过一片良田，他们就抛石头进去，直到所有田都堆满石头。他们也堵塞水源，砍倒果树，最后只剩下吉尔哈列瑟。这样他们继续攻那城。这样过程当中，也就像以利沙所说的一样，他们要攻取那些城，堵塞他们的水源，然后让他们的田堆满了石头。上帝把这些战略都告诉他们，他们也就这样做，也让这整情势改变，也让他们误判了情势，所以让以色列人得以打胜仗。所以摩押王看大势已去，带着700个佩剑的兵冲出重围，逃到叙利亚那边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所以甚至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，将长子当牲祭献上了。所以在这样做法当中，看到人当然会恐惧害怕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情况里面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讲，我们就是要先顺服在上帝。
当上帝透过以利沙来讲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听？在当中依然有一个选择啊，就是不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你要不要去听上帝的话语？当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东挑西拣的？还是你愿意降服在当中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也可以来看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在牧师的身上，在长老的身上，在执事的身上，是不是依然是这样，心是很硬的？不要就是不要，我就是要这样做，还是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心意？因此，在这当中，我们在读经、我们在灵修的时候，其实一开始或许我们还抓不到东西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你愿不愿意先这样做？很多人就觉得每次读经就要花很多时间呢，我哪有这么多时间？回来看再看，这样的人是不是恩典、恩赐没有办法领受这么多？甚至当中也这样的人，是不是也常常在抱怨，常常在埋怨，常常在说我哪有这么多时间的人？常常在说读经很累，祷告很累，不愿意摆上的人，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生命很难开花结果？常常只想跟上帝求，但是却不愿意摆上的人，这样的生命常常在比较当中，都觉得别人比较多，上帝偏心。但是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在这3个军队里面，当以利沙要他们去挖沟的时候，他们不去挖，就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国家就会落败，落荒而逃。所以这当中，让我们回来去看的是，我们愿不愿意降服，愿不愿意顺服，愿不愿意照着去做，愿不愿意把这些话听进去。常常我们都只是在说很累、很难很耗时间我们有很多这种声音出来，但是很重要的是，你愿不愿意让上帝的话语更多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掌权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也让上帝的话在对你说话。在读经的时候，就是要让上帝对你说话，而不是只是在做这个样子而已。许多时候，确实对很多人来讲，读经是苦差事，因为对他来讲，就只是做一件事情。但当我们真的在读经的时候，去领受上帝的心意，然后让自己成为那个容器，让这样的油浇灌在我们当中，你的生命才会突破，才会成长。让我们去看到这些事件的时候，回来看这当中很重要的是，因着约沙法，以利沙来到他们当中，因着以利沙所说的这些话，他们愿意去听。当他们愿意去听的时候，整个景况就不一样。而这战争，上帝也将摩押人交在他们手中。当他们愿意去做，他们就得以看到上帝的祝福满满。让我们有点时间回来，在今天的经文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常常是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或许我们在当中有许多自己的想法，或许我们的心还是硬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当中愿意回到你面前来降服你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只在我们脑袋，只在我们嘴巴，但是主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真实的将自己降服在主你面前。有许多事情，或许我们会觉得很耗时间，甚至我们觉得浪费时间。许多时候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，并不是我们真的想要做的。但是帮助我们愿意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。虽然很累，虽然很苦，虽然耗时间，虽然需要花更多的心力，但是主让我们愿意降服，让我们愿意参与在这当中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参与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参与在当中，然后也可以享受你与我们同在，在当中去享受你所赐下的这样恩泽。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一样，他们去挖了这些沟之后，你将这样的水供应他们，让他们不再缺乏，也让这场战役当中让他们打胜仗。主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你，让我们生命有主你的恩典，你的同在。感谢主，愿主你带领我们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赐福于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将这些都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带领。再次将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，将自己摆上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